综合报道。讲到国宝鱼附带护局，对1995年的200外尾，去年已经到18000外尾啊。为着要扩大国宝鱼的生态地，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当时第一届，将鱼卵拍出去到台中中央站溪溪头的所在放流，有个尚无会活死成。保育人员爬山撩水，爱着国宝鱼樱花高本龟的定卵，以无水运输的方式，行2天1夜来到中央站区，选定好放流的地点，提出着职的捕卵阿爸，开始分装定卵。对，它是主要是用2层的方式，把石头先拨开，它就会放到跟其他石头齐平的地方。那等它孵化的时候，它会变得非常的软，就会一孵出来就会掉下来，沉在底部。樱花高本龟住伫咧16度以下的淡水流域，以往保育人员放流需要爱着种鱼或者是鱼苗来到溪流放流，过程需要不断换水，放流的范围受限。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头一届予樱花高本龟的定卵，伫咧控制湿度无水的状态之下运输，卵放伫咧捕卵鸭仔内底，待伫咧高海拔的溪流当中。放流范围为原先08点钟之内会使到的区域，大幅提升到72点钟以内。国宝鱼的栖地渴望扩大，有助分散族群生存风险。我们放流到中央间溪去，这是首创。我们走了2天1夜哦，然后发明了受精卵无水运输的方式。那这个突破呢，以后就可以算是到比较高海拔的地方，很困难到达的地方，可以不用水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埋设。那它的活存率将近可能有3成4成。传统国宝鱼种鱼或者是鱼苗放流，大约只会当释放100至600只左右。水管处去年11月底头一届前往海拔大约2200公尺的中央站区放流，释放1000粒的定卵，预计存活率会当来到3至4成。后续会追踪无水运输护育的成果，评估是毋是当推展到其他流域高海拔的地区。记者台中报道。